逐年的8月到9月，这风头海影拢会带囡仔来到高屏溪准备潜水。不过今年因为风台这海埔地是大大求水，溪尾嘛蹲一大堆的水流茶，对当地生态是造成严重威胁。出动2只怪手伫咧拼水流茶，开辟风台过尾2礼拜，高屏溪出海口规片如苍苍，水流茶满世界。自本8月份，唱门海影仔就会出现伫咧遮，替南迁做准备。即马煞因为海埔地扫了了，规个救起，最近是拢无看到因的形影。即个状况是算是和较早无啥共款，是非常的严重。咱看伊的整个间隔水流的情形。不仅原来的这土即个，算讲即个沙滩已经无去啊。来你讲这迄个算讲放到烟雾，伊的青鸟那个囝带来遮，全无位通休困。水鸟的生态地被破坏，生态受冲击。伫咧开辟大风台来时，就有当地人看到白白海影仔，自本是要飞去片湖、过冬生态，受外围环流影响，只好改路线。伫咧大风大影当中，拼性命飞来高屏溪的出海口，甲高雄中运渔港非常罕见。这是因生存的一款自然的现象。除了讲这个中分港、高雄的嘉庭港，伫咧台南的安平港，拢是出现即大只的乌科的海藻类，所以因拢是因为气候，所以来即大只避风。白白海影仔是珍贵的野生动物，当年拢会大量伫咧片湖甲马祖生态。即届因为风台来，所以伫咧高屏溪口暂时避风雨，1-2天就离开啊。环团环岛水鸟的海埔地大面积缩减，水流茶甲海洋废弃物要拼了时了工，对后续生态造成一定冲击。记者民警胡昭勇高雄报道。